好，今天直播先来给大家播声，之后开始带来一首《一春北风雨》。一盏又一盏，予人伤心的往事，在我脑海我认浮。中的错语，予人歹应付。来去一阵无风雨，世情的冷暖，哪会怨的歌词？一点一滴，一声一句，刺伤阮的身躯。害我脚步着拄，害我心情孤独，害我抱着悲伤的情绪。今夜犹原是大风雨，若要天晴，爱等偌一盏又一盏，予人伤心的往事，在我脑海我认浮。命中的错语，予人歹应付。来去一阵无风雨。世情的冷暖，哪会怨的歌词？一点一滴，一声一句，刺伤阮的身躯。害我脚步着拄，害我心情孤独，害我抱着悲伤的情绪。今夜犹原是大风雨，若要天晴，爱等偌久？世情的冷暖，哪会怨的歌词？一点一滴，一声一句，刺伤阮的身躯。害我心情孤独，害我心情孤独，害我抱着悲伤的情绪。今夜犹原是大风雨，若要天晴，爱等偌久？一阵的这个暴风雨，暴风雨哦，迄其实啊，乡听咧，迄是咧讲心情，心情心情吼，嘿有的时段，想想想袂到。嘿，过去感情就真好，好，是安怎？
即摆现主持即个感情爱起变化。啊，对啦对吼。敢若亲像做即个热天的西北风咧。是啊是啊，话变都变啦。是啊。哦，话变都变哈。好来，谢谢大家，今天的节目每一天伫遮江林甲方林来做陪伴，耳达伴歌声哦吼。来，这首歌曲吼是一阵暴风雨。来，啊嘛感谢山顶因侪观众朋友，你拢准时给咱收看，谢谢。文玲，好，秀仁大哥来了哈，易静姐好，金山哥哥，神鼠哥哥，米子姐，龙华大哥，哎，彩霞姐好，啊，来挺好哦，挺好大哥了哈，秀龙姐，丽丽大姐，感谢顺天哥哥，啊，刚才有咱这个文良大哥，啊，文东大哥，明杰大哥，秀棉姐，啊，龙中大哥，苏梅姐好。康苗姐姐、王娥姐啊，跟咱的啊泽虎大哥、徐爸爸、徐妈妈上山哈，来松松大哥、咱的林贤大哥、红竹阿姐、坤兴哥哥、郭登大哥哈，秋瑾姐啊，吼秋瑾姐啊，哦来，还有咱古富龙阿姐啊哈，谢谢诶，古大姐阿姐咧，古大姐阿姐哈，谢谢哈，来哦，这讲到这个天气啊，迄有当时啊，像这几天你若讲。热啊，就热甲安尼，啊，雄雄吼，若安尼小可落一个雨咧，哦，雄雄就讲若上大雨啊，天气就安怎，小可啊变者会冷，暗时啊就会冷，是啊有的时段吼奇怪呢，热嘛伫咧扫，啊个寒嘛伫咧扫，迄扫毋是拢啊寒人较会扫无呀哦，迄有的人吼真正是吼扫眉扫脸，对，尤其是咱这时段，你有感觉讲你是有当时啊好好啦。但是呢，暗时啊，呢倒落去了后，哎呦，就开始啊，奇怪，倒落去了后吼，啊，我这然后就安尼摇摇呢，是，哦，啊，就安尼咳规声，啊，即马困起来了后吼，半暝啊翻一身，搁咳规声，我咧讲哦，咳到尾毋是你困了无好尔，迄拢总吼隔壁迄个，阮的阿嫂啊，豆哥若咧扫的时阵，阿嫂伫边仔来讲，吼，啊，你遐昨暝咧扫规暝啊。嘿啊，扫甲安尼拢，我拢，嘿啊，我拢无好困啊，困了无好呢。啊，其实吼，伫遮甲咱专时代报告者讲，如果你定定暗时啊伫咧扫，哦啊起床若放尿的时阵，一定爱准备一罐哦，用保温瓶哦吼，温开水，毋是冷滚水哦，吼嘛毋是烧的哦吼。是安尼温啊拉轮安尼，甲咱的这个体温度，嘿，大概差不多安尼，对，莫啉伤清冷。尤其是咱若热天时的时阵，拢会安怎会吹冷气，是，吹规暝的时阵吼，你的牙后就安怎会尿尿，啊会打，鼻孔，哦会打，对，烫出这个细胞啊，哦，对，较打顺。啊，你就是会记得吼，温滚水，开迄个时阵啊，温滚水毋好啉伤济。唔好伤啉伤济啦，有啊，这特别改种，吼，咕噜伫咧啉，袂使灌大嚿咧，哎，小可呢，迄是咧润喉尔，哈，安尼豆啊，啉大一喙豆吞，啊吞，互你润喉，安尼就有够啊，安尼毋是咧挤喙大的哦，吼，是咧润喉，咧改善你安怎，你迄个扫，还佫有人讲吼，讲方林啊。嘿，你看恁咧做节目安尼吼，啊，咱一间2点钟久，直讲，直唱歌安尼，好，啊，你然后拢安怎讲？我咧讲吼，唱久嘛会歹去，讲久嘛会害呢。但是阮拢有伫咧做保养，爱保养啦。哦，时段你若要甲我问的时阵，就是咱迄粒匹配叫，吼，迄内底真正是吼。金丹丸，这足好呢。内底吼，观众朋友啊。迄敢若一个蜜就好啊，咱爱搁用迄种冬蜜，我咧当时的这蜜，对，加3杯，计上吼，你想这啦，这就是这粒。平常时啊，我拢安怎，暗时啊要困的时阵，我知影讲，哎，我最近气管较无好的时阵，我就是暗时啊要困的进前，先加2粒，啊，但是我会小可甲加好安尼。破去安尼，吼，啊，然后就困啊，豆稀释，豆扬去啊，我咧讲哦，你若真正是扫甲呢足艰苦，尤其是你若讲感冒过了后，感冒症状好啊，但是这个气管拢一直安怎扫袂好，迄个扫的时阵，定都尿啦，嘿，一个白母伫遐，对，那这粒呢，哦，松下润喉。
对啊，草本的，我是讲吼，这草本的上好啦。草本的包括讲囡仔大巴肚拢总会使啊。是啦。迄有的大巴肚啊，袂使乌白，袂使安怎，袂使乌白食啊。刺激的。对啊。化学的。像讲我做这内底都有迄个陈皮啦、桔梗啦、麦门冬啦、甘草啦、川贝啦、枇杷叶啦、薄荷，就是安尼食落去了吼。我拢是惊咱甲咱做时段提起来讲，你若真正是吼扫甲足艰苦，扫袂好，定定咧尿尿安尼，吼，感觉足不舒服的。你会记咧，一粒就好啊哈，安尼甲咬好，叫我冰冰，甲搭一下，搭一下就好，然后就倒吞。你看你讲哦，很神奇哈，这个物件就是安5秒真久，吼，你甲算哦，我讲哦。喙烂了，一直吞，马上伊就感受。吼，这个吼，顶北外所在吼，拢做一届轻松，迄毋是哪后轻松尔呢？即摆煞开去啊！拢总开去，魂开气强袂？吼，你要亲像讲，即摆现主是吼，咱出入外口，无论讲菜市啦，上班啦，迄空气足歹，这大家拢知影。也像即个啦，污染真严重。你包括做咧落雨，去压着做即个雨啊，有当时啊雨伞。咱就较慢行出来，转来的时阵吼，规个头毛的时阵，包括咱身躯拢会皱，对无？这个空气污染真严重。对。这个淋一个雨水的时阵呢，意思讲就咱的头壳皮才会皱。但是呢，这个空气歹，你若长期身体咧接触啊，拢做个输入去，咱就这拿后气管，对造成着做这个障碍。对啦，所以讲吼，咱这时段，有时啊不用。你若出去公园开讲啊，去唱歌班啊，去运动啦，甚至甲人泡茶啦，讲话讲了安怎？定定讲甲像啊，爱保养。是。若安尼扫袂好的时阵吼，阮咧屁屁叫，吼，食2粒啊，真正就安尼足舒服的啦吼。随知影哈。真正呢。吼，真正啊，尤其是讲伊方便炸，咱吼。迄天淡水一个陈富祥大哥讲，芳玲啊，吼，我甲你做公关，我讲安怎？你甲我做公关，伊讲，恁都咧匹配叫啊，我今仔就去游览一天。伊讲吼，一天敢若去迄抓吼，未到位的时阵吼，恁咧匹配叫我已经甲分好啊。这过哪后的，纯的迄啦。对。迄过哪后吼，伊讲伊讲大家食，大家学了，讲安尼食落去了后呢，这安尼。开吼倒数，像我即摆咧讲话的时阵吼，咱是咪一吸一呼对无？这个地方就马上舒服了。伊讲咧唱歌的时阵吼，你敢知影？大家像即摆大家上车拢来咧唱歌。大北。大家讲学老甲会得志吼，你敢知影？讲话佫较袂收声。所以讲我跟你讲，伊过顿工就来找我，就敲电话讲吼，芳玲，较紧甲我寄来，吼，有够好势，有够好诶吼。好来，谢谢大家啦吼。直接甲咱观众朋友提醒，吼，有当时啊暗时啊伫咧扫猫打扫冷气吹的时阵，伤过干，你会记咧，咱咧匹配叫，包括讲一定要准备一个温开水哦，吼，温开水哦，先天止咳，对，好路面。来，即摆要来进行着咱头一阶段，互咱观众朋友来点歌，头一首歌曲《今夜又搁地落雨》。落雨，又搁地落雨，听着雨声，心肝会艰苦。来，继续这首第2首歌曲。蒙蒙的相思雨，放雨袂记，放雨袂记，烧酒一杯搁一杯，一直啉落去，啉落去不知醒，只有借酒来安慰。来，第3首不平凡的爱。无缘的彼个人，无缘的恋梦，
阮以为爱情真温暖。江蕙的歌曲。好来哦，第四首歌曲轻松哈，情雨乱乱飞。透早落着大雨，天色会转变乌，心情是起起落落，亲像地落雨。嘣嘣嘣嘣嘣。来第五首哦，第五首呢，心爱倒位去。暗迄边山岭顶，美丽月亮显娇美。心爱倒位去？来哟，第六首哦，第六首哦，可爱的马。做阵也已经5年，今日也着爱离开，就望着心爱的马哟，不觉出泪滴。来，以上6首歌曲准备甲咱观众朋友来做互动，来卡头前哦，头前一线，来8326-317。8326-317。哎，中华县市伫八股县市加一个酷树哦。头一首音乐又搁第6号，第2首蒙蒙相思雨，哎，第3首不平凡的爱，第4首情雨乱乱飞，第5首心爱倒位去，第6首可爱的马。来，以上。欢迎头一位观众朋友上线。哎，你好，张小姐哦。哎，对，我要选2号跟3号。2跟3号。好，无问题哈。蒙蒙好，相思雨谢谢，感谢。哎，你好，来金山哥哥。薛大哥，哎，薛大哥好哦。我电话了着啊。抓到啊哈。感谢好啦，有照你的时间来啦吼。袂啊，阮的聊。搞找心爱倒位去，搞找心爱倒位去第5首。我写开啊，谢谢，感谢大哥，感谢。来哦，美霞姐你好。芳玲、江玲好。嗨。邱大姐。我选3跟6。3跟6。哦，我写开哦，嘿，好，谢谢平安哈，谢谢。哎，你观光姐你好，哇，我卡一遍来，康苗姐姐。哎，康苗姐姐你好。好，芳玲。嗨。看到感恩你了。好。我点1跟5啦。好啊。1跟5。好，没问题，我写开哦，嘿。今夜又搁第6号。平安，来运动哥哥。喂，芳玲。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江玲老师你好。好。我点第5、第6、5跟6哦。好。心爱倒位去。好，平安啊，谢谢。哎，陈太太，陈太太你好。喂，哇，咱宜兰的陈太太哦哈。陈太太，要听倒一首歌？我点第1加第5。哦，好，我写。好，好，谢谢，平安，谢谢哦。你好。哎，有大嫂。喂。阿嫂啊。美女。来。老师好。美女家请个水。这了，这是大家。哎呀，我点哦。我点了做音乐又搁落雨，甲可爱的。好。安尼好，我写开。1跟6。好，谢谢咱的有大嫂哈，平安哦，谢谢。平安。来，名字姐姐哦。名字姐姐。小姐。2位好。好。我点5跟6。5跟6。好，没问题，我写开。OK。好，平安哦，谢谢，感谢。哎，顺天哥哥。 2位主持人下午愉快。我要听第5首跟第6首。谢谢，感恩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平安。来龙中大哥。黄远小姐，黄远老师，我点1跟6。好，没问题，谢谢龙中大哥哈。好的。哎，宋华姐你好。
你好，点第六首。好，我下凯哈。好，谢谢。平安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来，月儿姐。芳玲哦。Hello。芳玲好，老师好。好。今天要听到一首5跟6。5跟6哦，好，我下开啊哈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我姐。喂，你好，喂，坤星哥哥，今天要听到一首5跟6票。哦，我下开哦，嘿，好的，谢谢你，平安哦哈。哎，你好，叶娇姐，来，阿姐你好啊。你好。要听到一首歌。第5首。哦好，我下开哦嘿。好，咱的心爱倒位去。哎呦，今仔日吼，你点的歌心爱倒位去，甲咱的可爱妹上济人点。啊，咱即摆先来甲安排一首叫做《心爱倒位去》。OK， 来。啊，老师，可爱妹啦。可爱妹。可爱妹，爱合音。哎，可爱妹吼，因为两者拢差不多吼，来，这摆课拢一定唱会到啊！哈，好的，来，移民哥哥。嗨，你好。嗨。我要点那个金苗油锅在落哦。好。大概先买多一句，谢谢。好的，没问题，谢谢。来，好，所以讲咧，先买多一句，等下一定会唱的哦。嘿，好，谢谢。来，今麦来先安排这首我这可爱妹，美霞姐、文东哥、尤大哥、尤大嫂、米子姐姐、龙中大哥、宋瓜姐、王瓜姐，啊，搁咱坤星哥哥所点，来邀请全国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一首可爱妹。乖乖听人知，可爱你也唔通流珠泪，唔通流珠泪。阮犹原唔甘你开，心头像尖地位。走过对面迄边小山仑，想起来亲在面前，因人心犹闷。可爱你也是上这温顺，可爱你也是上思念阮。时常思念阮，原谅阮，为着生活陪你来换饭ถุ。
将近落西，不甘也着放归去。伊来着新的主人，唔通心伤伊。哈！有爱你也忍爱过日子，可爱你也唔通心虚味，唔通心虚味。你若有听人的假死，人总会听惜你。行，吼，拄则吼试偌久的，结果我感觉讲，马都人咧徛的，你若来计这个马写的时阵对无？当然，我咧经吼，我即只马较老啊，所以讲我往耳道往劈的，左甲转过。就歹听。唔是啦，我咧想着讲要甲主人离开啊，用一寡感情，做做乞拗。是啊是啊，哦，我嘛是下一次吼，我生性都爱甲你合音的，啊，无这个马仔声叫我来代替就可以了。加分，对对对。小等的时阵吼，这个节目做煞后台领500。安尼500加分，加500尔。你今日叫一声尔。好，安尼啊，无加叫几声，我会使搁加叫几声。哦，你做往妹妹好的时阵对无？一摆就连炮安尼共款，系啊，奖金1万。安尼哦，来，我即摆看线顶吼，谢谢啦，感谢咱再坐过来。文玲啊，咱徐爸爸、徐妈妈、先生哥哥啊，郭明凡大哥吼，上山哈，来文东哥哥，谢谢强力大哥、康苗姐姐哈、邵梅姐哈、秀峰哦，秀峰哈。啊，来啊，红珠姐啊，青花姐姐啊，当下你好啊，谢谢咱的盛奇大哥，感谢吼啊，国登大哥吼，恁尤大哥、尤大嫂，恁满满的捧我声啦。啊，其实观众朋友，你敢知影讲？我拄则其实吼，我迄个马仔声是无，我们没有套。无。拄则老师伫啊，要上这部进前，他伊有咧练，咧练时阵，伊就是迄落声啦。但是我感觉讲。这个声音本地对我来讲，我唔捌试过嘛。但是我咧讲，我甲这个配叫吼，拄则甲食落去啊，你敢知？迄声音自然就全上来了呢。是。嘿啊，我自然就是直接就甲你合音呢。吼，我咧讲有够厉害。所以讲咱有做侪咱时代讲做吼，这去公园开讲啦、唱歌啦，吼去游览车的1日游、2日游对无吼？一车顶。啊，无哪有咱的谢富祥大哥讲，咱一个上车的时阵讲安尼，一盒内底70粒呢，我咧讲2纸都无啊，哦，2纸都无啊啦，食甲吼非常的好，所以讲这戏讲咱啊后爱顾者，要唱歌也好，讲话也好，互你的声口安怎会水，吼会水，啊袂安不等来卡卡的，尤其是咱这时代，咱若有食薰的人客，有抽烟的客人。是。一定定暗时啊困啊扫对无？我咧讲，你会记得要困的进前，吼，喙底甲含2粒，1粒2粒，啊会记得甲咬小可安尼甲加2下啊，吼，互伊小可安尼散散安尼吼，然后你会当去困，因为咱会无可能像这样，咱无可能讲困了啊3秒就困去啊吧？吼，你一定是叨安咪咪咱困，过顿工，尤其是你若有食薰，还是讲暗时啊会安尼。那后的咳有痰的吼，早上起来刷牙的时候，迄咳出来，你家己会感觉讲啊，以前都是拢总这搞咳掉的，只会互我暗时安尼扫，暗时安尼不舒服，对无？规角亲像粉龟啊，角共款。真正，试看卖恁知。吼，啊，莫讲放恁吼，坑部无甲恁讲哈。气部内面的垃圾甲清清。好来，谢谢咱金龙大哥，吼，来，即马呢，要来进行着咱。第2阶段准备，互咱观众朋友来听歌、要歌名，听好歌，来好礼送恁咯吼，送一个石墨烯内裤者哦，迄石墨烯的内裤真正穿着足透的啦，尤其是吼咱这腹部双边加压，
尻川斗佫甲你护开，我咧甲你做提臀。啊，查甫诶双平吼，甲你做遮野诶时阵吼，你诶身形会加足好看。啊，中央诶部分上重要就讲查甫人，即个吼，袂互你安尼招人惊东西害叫做南人北。带，对，哦，有甲你护掉咧。有自信。对，而且呢，自信满满伊是会抖，但是伊袂甲你缩掉咧。真侪时段，你还搁咧穿迄开骹裤啊，对无？内裤敢若开骹裤啊，就有影嘛。迄即摆吼啊，无质。长裤一拢开了吼，总甲你讲护伫边啊啦，护伫边啊的时阵，你根本就 hold 不住啊。迄穿内裤意思就是安尼爱会抖，伊会甲你吸湿排汗。啊，咱这个有功能性的。啊，你若穿迄都袂抖掉咧，敢若不但去卡掉，卡伫尻川沟，加穿加艰苦对无？有线抓。对啊，吼，所以讲啊，我送你上好的哦，嘿，正港台湾的吼，来准备落歌。倒来哦，最近的天气真热吼，係，来甲唱一块秋风的，吼，甲秋风有即个关系，嘿，温气早前真。内底无，我咧讲哦，摇歌内底无秋风哦。无。嘿，你唔好讲即摆若刚念讲秋风，你就硬要甲倒落去无？5个字。秋风吹来，心肝凉。阮是流浪大海的人，为你拍碎千春梦，流来。又流去，过试伴阮，过试伴阮的流浪。分手歌声的手着，苦命流浪大海的人，今夜唱着恋爱歌，明夜唱悲歌，暗着心忧，暗着心忧的歌声。这首歌曲叫做什么名？总数有5字哈。对，我来。呀，这个文学先生唱完了的时阵，你大家献唱一底，大家诠释《宝岛歌王叶启田》啊，一底我那真受到欢迎的歌曲，叫做励志啦，哦，励志的这个歌曲哈。继续来个做安排。好，哎，你好，
同齐来听哦，吼。好，我现在谢谢你，谢谢。男性的本领，为你提出男儿的本性，一心一意打拼为前程，为你献出男儿的亲情，一心一意伴过一生。双手靠我的本领，创造美满的家庭。用我的人格，用我的生命，向你保证我对你的爱情。心爱的你是世间最纯情的。心爱的，为着你，为着你，我会勇敢向前进。男性的本领。提出男儿的本性，一心一意打拼为前程，为你献出男儿的亲情，一心一意伴你过一生。靠我的双手，靠我的本领，创造我的家庭，用我的人格，用我的生命，向你保证我对你的爱情。心爱的你是世间最纯情的女性，心爱的。为着你，为着你，我会勇敢向前进。男性的本领，这首歌曲叫做啥物名？5字5个字。我这边主是依照这个惯例呢，来甲伊奏一段这个热门的音乐了后，就要来甲公布答案。非常感谢
即摆现主是要来甲做一个杂志，甲正动态的艺术，来甲公布咱今日所唱的这2首歌叫做什么歌名？哎，医生姐，这首什么歌？哎，对哦，真看嘛吼。灯火的稀微，人忧愁，人生流浪，大大的人。这首歌叫做《流浪的乐师》。唔是单语大的人啦，嘿，大语大人啊，迄是郭金发的。嘿，无共首，嘿，吼，无共伊首首。我会知影，或者逼人公路所翻过。好，所以讲咱观众朋友，这首正确是流流浪浪的的乐乐师哦，吼你。若要讲吼，免所以讲讲是咱流浪的乐师嘛，会使哩。好，乐师啦，流吼浪的乐师，乐师啊，吼，乐师啊，吼对。后来，好啊，所以讲恁拄则有单语大的人不对，好，来第2首哦。男性的本领，为你提出男儿的本性，一心一意打拼为前程。一般的时候，尤其电视这个大师在唱歌的时阵吼，拢安尼哦，教甲真情。为你献出男儿的真情。口啊，吼。好来，今这嘛呢？首歌曲头一句就出来啊，头一句的时阵就唱出来，吼，叫做男儿的本领，男性，男性的本领。哎，男性的本领男性的本对，领好来，哦，今日有足侪咱观众朋友拢约到哦，吼，恭喜你哈，恭喜恭喜！哦，啊，老师来准备我们的下一首歌曲，赶快是心爱倒位去。哦，这个歌哇，嘛，这首歌也真的是很多人陈点了，英杰，哦，很多人点了哈。优雅，对，这早前的时阵呢，嘿，都富有盛名的安尼吼，红歌青啊，红歌青。真正是有红就对啦对吼。好来，啊，这个时间放恁呢，今天要来进一段广告时间。哦，啊，今仔广告时间呢，观众朋友，这项互恁等足久的哈。啊，到会了我才敢甲恁讲，哦，无我来我来大家会无到会，但是爱甲恁报告哦，来的会无济哦，无济。哦，啊，恁若看到我的广告了后，开始要进广告啊，恁就若有进前恁就有食过，啊，就转回去啊，啊，恁就要赶紧电话赶紧卡哦，嘿，好，进来数量不多，谢谢。准备进哦。现场准备，广告来3、2、1，进。好，谢谢大家。今天要给咱介绍的，就是咱足厉害、足厉害咱的轮后员。哦，咱的轮后员呢，为头到尾，咱观众朋友，你若有看我的节目时阵，介绍差不多超过7档的时间啦，吼。包括伫电视台时阵，恁介绍啊哈，足方便的，吼，伊专门的啦，互你双声轮后。啊，若定定咧客，人袂够，声先够即种的，你就甲我咧讲吼，较早咧。那小可摇摇较紧，甲含一粒啊！啊，伊这呢方便携带，每一粒拢安尼包装的吼。你今仔日要来出国也好，开车也好，甚至要来唱歌班哦，啊游览车哦，迄一日游迄啊，炸一摆啊，吼，真正这吼，9年9届，对，吼，也会使讲是超过60档的这老汉有唱，吼，对，也伊这个每一粒，咱这个蚵这一粒啊，这多一碗油鸡。哦，一碗油鸡，草本的，草本的哦，熟变成这个丸。是啊。双车轮后化淡脂肪，系啊，啊用气经过气更安尼。我甲你讲咧吼，哦，你做这个咧，比较先较袂感染一寡有的。啊，当然咯，尤其是这摆天气吼，一粒无外。好来，我来你咧。Thank you，我来。观众朋友吼，定伫，尤其是咱若咧吹冷气的时阵，有真侪时代讲，啊，吹一冷气吼，然后拢会痒痒，你会记得哦，很觉感，很舒服啦。啊，你若尤其是吼，咱搁有时代讲吼，就放恁啦。这袂输出门我吼，若炸这炸几粒嘛吼，袂输敢若炸水稻共款。安怎？我就水稻，我就毋免炸咧，因为安怎？
甘落了后，伊就会生烂。伊会生烂的时阵，伊就会润你的喉。所以讲呢，若讲出门都有当时咧运动，啊，都差不多20-30分，咱就要转来的时阵，要摕一个水袋无方便的，你会记得润喉丸甲炸2粒，2粒就好啊哈，互你现食现轻松。运将司机开车的时阵，常常喏，哎哟，恁去一个吹，尤其是佫塞车者，爱困的拄久对无？对。润喉丸吼，伊毋是甲你润遮尔哦，伊佫会甲你提神，因为吼甘落了后5秒真久，你开倒输了后，倒吞开。哇，迄规个人的吼精气神都来了，真的。对健康。如果若无即种感觉，你提顿的时阵，你听好敲电话来哈，有透迄盒食芳龄的，我安尼甲恁讲哈，内底就是蜂蜜。而且是正港冬蜜咯吼，陈皮、桔梗、麦门冬、甘草、川贝、枇杷叶，佮有薄荷，都是正济咱即个草本精华，甲萃取了。我讲真正9年9济啦吼，佮用到咱即摆目前上大间的药厂，甲你监制出来啊吼，一盒内底。食过的人，客拢知影，这一盒内底就是70颗，70粒装的哦吼。来，而且这每一粒拢总独立包装，吼，独立包装，互你方便炸出门啊哈。清气性，对，啊，你要甲人分享，直接摕，啊，无讲啉，你家己摕倒好啊，啊，就是安尼吼。咱这呢一盒790块，吼，790块，进前卖到890块，即马790块哈。今仔日你甲咱芳龄主文交代的时阵。电话卡通哦，这若2盒的时阵，你唔好甲我买1盒啦，2盒就是1580块哦，1580块吼。这转去的时阵，这是内底70颗的哦，70颗的哈。70碗的这个油鸡啦，系，吼，你甲算起来，一碗油鸡才偌济？才9块。哦，9块啦！你即摆拍这个的时阵吼，一碗油鸡，系啊9年9济，吼。安尼本身的身大概爱差不多伫迄个4-5天才会完成。是啊。安尼一碗油鸡算你偌济？对。算你3-4块银。吼。啊，对咱这身躯这帮忙，比如这顶半身顶八卦。对，顶八卦哦。哦，这帮忙真大。是，所以讲吼，来观众朋友啊，恁若要甲咱注文的时阵，一届注文就是2盒1580块哈。来，今仔电话卡通的时阵哦，加码啦，佮甲恁讲。加度的意思加度落去啦吼，来，今仔日你若电话卡通的时阵，来，佮加一罐共款1580块。我芳龄吼加一盒的时阵，佮互江林老师佮加一盒，安尼我讲，买2加2，4盒吼，来买2盒，佮加2盒无吼，安尼摕倒等于一组4大盒，1580块，来080081810800815181，我来讲哦，厝内底已经等会等足久啊，咱这时段，即摆会使开始敲电话啊吼，来准备敲电话啊吼，你规空安尼找恁去也好，定然后安尼袂轻松，尿尿讲话讲无偌久段啊，不舒服的，暗时啊倒落的时阵，一个躺平哦，就开始伫咧咳，伫咧尿尿，啊，就我咧讲扫啊扫到哪，扫到醒开，扫到阮阿嫂嘛困袂去的这，来。电话卡通吼，来你好，名字姐姐。一盒剩395块。啊，这要大，一盒剩395块，吼，啊来处理就这70粒。来哦，要一组吼。一粒才剩偌济？一粒才剩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我知你名字姐姐哦嘿，好，来，喂你好，来得到接电话老师，来丽华姐你好。我要一组。要一组吼，丽华姐哦吼，好，我写开哦嘿，谢谢，好，来哦，刁金大哥你好。哦。刁金大哥有要一组吼。哦，我写开哦嘿，好，谢谢，感谢。喂，青椒大兄你好。喂，你好。来。对，明天黑猫公过去，你有。喂，你好，来推。我嘛要买一组。哎呦，更严大哥呢？好。啊。更严大哥啦吼。你是？我嘛要买一组。好，来，我跟你讲哦，你新朋友吼，你新朋友，我先甲你写开，写电话哦嘿。好，啊，等下甲你问住址哦嘿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哈。来，喂，你好。哇，你是嘛是新朋友呢？
对，大哥，你新朋友，小等下来甲你问主旨哦，嘿，好，谢谢。来，我咧讲吼，规个拢总满线，观众朋友，恁真正你若是用过，你就知影讲芳龄这真正是，拢爱操啊，半冬。敢若落订单半年才到货，所以讲恁赶紧哦吼！来，金兰姐啊，锦兰姐你好，我要买那个润喉丸哦吼，好，甲你下开啊嘿，谢谢，甲你下开哈，来啦，莫互恁等较久啦吼，咱有咧时段问芳龄讲说，敢有大组？来，恁今仔日如果恁若等真久，有当时啊拢厝内底大细，甚至你拢要甲人分享的，你要甲人分享的，恁今仔甲我买大组哈，买4盒4盒，1580块对无？来，今仔你甲我买2组3160块，来，今仔日再加码，搁加上一盒，好无？好啦吼，安尼搁加加嘛，搁加上一盒啦吼，大组加上一盒无嘿。来，国平大哥你好，你好，国平大哥，要一张吼，阿嫂啊哈，好，我下开哦嘿，好，谢谢。哎你好，新朋友你好，喂，要一张吼，小等下甲你问主旨哦嘿，好，谢谢。哎你好，英豪大哥，英豪大哥，嘿，英豪大哥你好，要大组小组的。谢谢。好，我下开哦，嘿，好，谢谢，好，平安，来哦，秀琴姐，秀琴姐你好，你那个我要一组大组的，要大组的哈1580，好，31啦，3160啦，不是啦，我要1580的，哦，1580的哈，我下开哦，嘿，买2盒送2盒，买2盒送2盒，今天买2盒送2盒哦，嘿，谢谢你，谢谢，来，今仔日。你买细组就好，你拢唔捌用过啊，甚至讲，你买细组就好，因为数量有限，吼，因为足侪时段讲说，你若无甲我讲大组，我特别爱大组的，吼，所以讲来哦，今天大组就是9盒，高压9盒哈，买4送4无单斤，再加送1盒啊哈，3160块，吼，我咧讲你若食过的人，你就知影讲是糟糕好的啦，喂你好。喂，你好，你要润喉丸哦，嘿，我甲你下开哈，你要大组小组的？喂，来，你要听电话筒，互你的声吼，大哥，嘿，你好，来，你要润喉丸，你要一组吼，好1580块，因为你新朋友，等下甲你问主旨哦，嘿，好，来，喂，你好，喂，停车少呀。我要一组，我要别去啊。哦，你有主旨，你之前捌买过无？捌。有效无？食着了还好啦。还好吼，袂歹啦吼。好，谢谢哈，我来下开哦。但是到位。2天内底哦，2天以内拢会到哦，哈。啊，1580。1580块尔，嘿，好，谢谢，来，月儿姐你好。喂，你好，我要一组小组的。安尼啊，关我这你捌食过无？没有哎。包食过哈，好，现场准备。观众朋友，恁卡手要紧哦，因为吼，规个拢总甲即马目前还佫拢总满线，还全部满线。恁只要是感觉，尤其是我咧讲哦，暗时啊，定倒落，躺平了后，就袅袅的，你会记得，恁咱做时段吼，阿嫂也好，大哥也好，你会记得。2粒，1粒至2粒啊！我也是拢总2粒啦，吼，2粒，你也甲开，吼啊，就准备要困啊嘛，吼，倒吞，隔天我咧讲吼，甲你卡掉，迄绝对起咧就出来啊哈！啊，厝内底哦，你着进前有感冒着，迄有人感冒过了后吼，敢若即个安尼治袂好，定不当小可讲话较出力的，芳龄进前就安尼啊！我讲话记得较出来的时阵，特别惊，特别扫啊，甚至吹着冷风，呛着冷风尔，就搁开始啊，袅啊！哎，毋是扫2声尔呢，你知影讲，若咧扫的时阵，真正是扫到会煞落啦，它就持续一直咳到让你非常的压榨，包括讲，尤其是即阵啊，拢有一寡
拢有一寡迄安尼较无好的啊。你若咧扫的时阵，人厝边隔壁，包括你去坐一寡公共安怎，迄公车也好，坐火车也好，坐巴士也好，你若伫咧扫，人拢足惊的呢，对无？人拢足惊的呢。我咧讲，你。甲甘一粒啊，安尼就好啊。伊马上哦，就甲你缀咧，哦，啊你若逐工拢安尼甘，一工甲甘2粒、3粒的时阵吼，你就是顺啊，好无？好来，我即摆先来邀出着中奖的人客哦，来，老师你要准备唱歌。来。我讲马仔上，马仔搞嘿。好来哦。马仔2站进去就搞嘿，好。好来，老师你要准备哦，哈。好。哦，陈淑云姐姐，淑云姐，恭喜你哦，淑云姐啊！来，等淑云啊姐哦，女性内裤一件。我来音乐甲走入去。好，淑云姐，恭喜你啊！恭喜你啊！好来，谢谢大家。我跟你讲啦，今仔真正是吼，用要共超过啊，真正用要共超过啊。这无成本的啦。那有人安尼卖，你看卖啊，买2盒再加送2盒，你大数的等于是讲这4盒送5嘞，4送5嘞。迄就是要互咱观众朋友出去咱啊，甲咱斗介绍，互恁做公关，互恁做公关。如果你开头一盒，头2粒，如果食到无像方林咧讲安尼倒吞开。人全轻松，你按扫甲足艰苦的时阵，若无安尼马上缓和，我咧讲迄盒老咧，其他甲我摕倒转来，安尼好无？上公道嘛安尼尔哈，而且祝恁健康哈。我即摆要来接电话，互老师来唱歌。心爱倒位去。来，收看到节目了后，江林甲方林的刷卡继续甲您做服务，电话继续互您好，谢谢。月有天星，月半雨，放阮孤单空相思。想爱你是倒位去，离别又是过数。